我这个人怎么说？人生动力啊，人生可能几个，听起来都是也很加快的。温柔班会，几个作业。 能加海拔，能加海拔，要是最，要是最，记着那记忆，记着那个回忆，别家己，别家己。能加海拔，能加海拔。 要吃鱼，要吃鱼，一只身躯香香，一只嘴笑苍苍，要拍子，要拍子。搁有一段哦，能吃海拔，能吃海拔，来拍子，来拍子。 一只蓝蓝嘴巴，一只白顶白当，棒桑桑，棒桑桑。啊，两只海拔，敢有人知影这条歌其实是有跳舞的？知影对无？有进前有看过，敢是对？ 网络顶悬嘛找会到，你若拍两只海拔，可能会当找到这条歌安怎跳舞，啊放互囡仔看，放互囡仔看，啊互囡仔跳舞。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搁有想要听什么歌无？敢有？好，上尾开放点歌。亚扫 party， 亚扫 party， 敢若我嘛唔知要安怎弹。大家足够的，拢专门点迄种团长无嗲歌的。无啦，迄一支去大较歹做。嘿，都是较歹做的。搁有无？还是有人想要听回音机？敢有？回音机有啊，回音机。好啦，安尼咱就来唱回音机哦。好。 回音机，但是唱回音机，大家还足有精神的，甲我做伙唱敢袂使？因为定定拢有迄种，我唱一句，大家做伙唱一句的，对无？好，咱先唱回音机哦。大家搁甲精神摕出来。 来，拍婆啊！回音机，回音机，一两三四尾就停。回音机，回音机，五六七八尾落地。请问你要飞去倒往你？ 我想要世界洗一个换你，回音机，回音机，一两三四尾就停。回音机，回音机，五六七八尾落地。请问你要飞去第大声？我想要世界洗一个大声。 阿伯，嘿嘿，好，进行哦，嘿嘿，我一句你一句，飞去天啊，飞去马来西亚，飞去瑞典，飞去加拿大，阿伯。 跳舞，回音机，回音机，一两三四尾就停。回音机，回音机，五
五六七八飞落地，请问你要飞去第多少？我想要世界坐一个晚年。再一摆，飞轮机，飞轮机，一两三四飞就天。飞轮机，飞轮机，五六七八飞落地。请问你要飞去第多少？请问你要飞去第？我想要世界坐一个恁的。同款哦，咱一个我一句，恁大声搁唱一句。飞向世界，毋免惊。世界知影咱的名。飞向世界，毋免惊。做伙，我是家己的第一名。我是家己的第一名。我是家己的啥物？爸爸啊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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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干咯！爸爸啊！哇，大家做伙完成一条歌哦。今日真欢喜来到这，甲大家做伙跳舞、唱歌，做伙耍，做伙佚佗。安尼，咱遮想要一条歌曲，想要请大家来做伙来唱这个再会，好无？甲大家讲再会啊哦！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，做伙来讲台语，趣味搁有意义。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。搁一摆，大声讲再会，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。做伙来讲台语，趣味搁有意义。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。感谢大家，再会，后壁再见面。哇，多谢咱温柔的语大声，搁有温柔的歌声，大家是毋是感觉心情安尼？吼，足开快的，啊，感觉咧，家己足有力量的咧。咱来感谢咱的台语路亲子乐团，咱个抱一声，搁甲因感谢一下。台语路亲子乐团定定拢会办活动哦，因已经办超过500场的相关的活动啊吼。敢无？我的资料无啊，搁有咱台语路吼，就是台湾台语路协会活动嘛是足济啦，合起来。吼，一定是有超过500场啊！啊，咱定定拢会音乐会哦，咱一定爱密切甲因注意啊，咱就用个定定参加，定定听到遐尔啊温柔的歌声，对毋对？吼，好，啊，咱的今仔日的活动伫要到咱的结尾啊，啊，毋过咧，咱实在是吼，足毋甘要结束的，所以咱足想要知影，今仔日遐尔济好耍的单位，因到底是伫咧耍啥物游戏，因咧变啥物梦，对无吼？咱来一担一担，甲因邀请来台顶，互因讲看卖啊，因到底是想要，互咱知影啥物代志吼？来，咱来先请咱的即个录心观音吼，录心观音，敢会使有人起来讲一个咧，吼，介绍一个啊，恁的工作室。好，今仔日可能有的人有去印足水的茶啊，对毋对吼？啊，其实啦，咱嘛是长期伫咧，嘿，哦，咱两个看肯伫遮足水的茶啊，伊这品质足好的哦，吼。啊，其实咧，这嘛是长期伫咧举办即种台语活动的一个工作室吼。咱来请因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多谢，今日到听。好的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心
工作室。其实我的台语袂认真，但是我真欢喜会当来遮，因为我足久无讲台语啊。哦，啊，就真欢喜啊！阮是做这网仔帮的工作室，吼啊，这会当印伫个衫，印伫个伊的裤，安尼嘿，印伫个地啊，对啊，阮今日有炸这来，有炸这牛杂，啊，搁食饱未？牛杂安尼，嘿，啊，真欢喜会当来到遮嘛，足欢喜。啊，等者，敢个人去找恁佚佗，差不多恁会到几点结束咧？阮今日到5点。哦，阁有时间。嘿，啊，阁有半点钟会当来找阮耍安尼。诶，恁这印起来这色水较水着，是啥物款的？色料敢袂使介绍者？为什么伊会遐尼啊？就是显目遐尼水？阮的这色水是专门咧印衫印布的色水，迄毋是讲水彩迄种目着水的规个拢迄边仔讲倒开的，毋是吼？对，毋是这吹风打了后会当放洗衫机洗，啊袂落色安尼，对。哦，哇，足赞的哦！大家有兴趣，阁会使到5点哦。感谢恁，吼，这叫做帮啊帮嘛，对无吼？帮啊帮好，咱阁学着啊，好，多谢恁。好，阁续落来咧，咱来请即个乌琴学院，乌琴学院吼，敢会使嘛？派一个代表来自我介绍一下咧。大家好，阮是乌琴学院吼。啊，即摆做荣幸吼，台语路协会邀请阮来这边哦，拜搭来参加即个活动吼，嘛推广即台湾的民风的部分吼。啊，我讲一点就好啊，就是讲咱语言、咱的母语为虾米遮尔重要？吼，就是你咱上个基础营的第2节课，吼，主信战甲认知作战，吼，咱的对手吼，咱可能别个国家要来渗透咱的国家，伊用的可能是华语来渗透咱的国家。啊，所以咱若推动咱的母语吼，搁较兴旺啊，搁较侪人讲母语啊，对因来讲就是一个即个坎吼，伊就也袂过去安尼吼。所以希望大家吼会当继续支持乌琴学院吼，会当继续支持咱台语路即个母语的即个推动安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真感谢恁今仔日哦，专工来摆一个档啊，来宣传恁的理念吼。好，过来就是咱的姊妹仔团啦吼，算是咱的姊妹仔团，就是新竹市的本土语推广协会吼。敢会使请咱的新竹这边本土语推广协会嘛？嘿，请一位咱的友志起来讲一寡话。吼，其实我看到因的衫，大家用爱看一下因的衫吼，因的衫其实一个看就知影已经穿足久啊。为什么会穿遐久咧？因为因真正是足侪年拢一直咧吼关心母语、推广母语哦。啊，搁有我特别看到吼，因的迄领 T 恤的后壁有写啥物？敢若是语言是民族的灵魂，敢若是即句吼，王玉德先生讲的。大家好吼，阮是新竹市吼母语推广协会吼，啊，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 OM 的台语路即个活动吼，啊，阮今仔日吼有带一个活动，就是一台车吐规台湾吼，啊，主要就是互遮的囡仔吼会当熟悉按迄个全台湾的地名吼，而且用台语啊讲出来吼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当迄个拢熟悉即个土地，啊，这爱即个土地，好啊。阮是伫新竹吼，希望在座新竹的朋友通加入阮的协会，啊嘛，阮嘛有囡仔群吼，以后囡仔嘛通甲参加阮的亲子的共学甲亲子的活动，啊，真欢喜今仔会使伫遮甲大家见面，多谢。多谢，其实咧，咱的新竹的即个母语协会啦，因家己嘛会办母语市啊哦，对毋对？吼，咱嘛会用个加去甲因捧场，啊，愈老加愈好，对吧？阮今年有用迄个
全台语的太空营，哦，就是用台语嘛会当讲太空，哦，而且阮是去迄个园区内底太空中心，哦用台语来台湾介绍，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用台语讲万事，无问题，好，多谢。好，多谢咱的新竹市的本土语推广协会。佮续落来咧，台语当然会使讲万事万物咯。咱佮有会用讲到啥物咧？性别的平等嘛，会使用台语来讲啦。咱来请好家在好家在协力创新工作室吼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家在的负责人黄丁英。阮的工作室主要伫教的是性教育，还佫有熟悉人性侵害防治。讲甲足袂认真，真是咧。阮主要伫教囡仔教的是爱相信家己的感觉，因为每一届若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，囡仔其实是毋敢拒绝别人。伫拒绝别人的时阵，阮爱甲囡仔教的是讲，互伊知影身体是你的，你有法度，你嘛有权利，通拒绝任何你无介意的代志。这物件放伫教室内底，甲囡仔教的时阵，就是希望讲，囡仔通知影伊的身体，像阮教性教育的时阵，爱互伊知影，你的身体，无共款的所在叫啥物名？伊知影遮个所在是袂使互人凊彩摸的。莫叫囡仔家己保护伊家己，咱爱家伊教安怎拒绝别人，安怎相信家己的感觉。你若感觉怪怪，还是你感觉即个所在风蒙你无介意，你拢会使拒绝。那阮即马伫教的是想讲，会使用华语讲，但是重要的代志嘛会使用台语来教，互囡仔佫用另外一款的语言去学习讲。安怎去真歹势，安尼找到家己的资源，因为我嘛会甲伊教讲，你若有啥物秘密，还是有啥物讲袂出嘴的代志，要问的时阵，你爱上家己身躯边会使找大人找出来，上少爱有6个安全名单，互囡仔知影讲，你有问题爱问啥人。虽然讲即马网络真方便，万事Google 拢找会到答案，但是囡仔无一定通判断讲，即个答案是对还是毋对。有大人的斗相共，因才有法度讲知影啥物是正确的。大概安尼。多谢吼，感觉这是一个足温暖足温柔的一个工作室。希望咧有机会阁会当听伊用台语吼来教咱的囡仔性别教育吼。好，多谢。阁来咧吼，咱要来邀请到，咱想到即个台语啊，有的人会想讲台语毋就是老岁仔人咧讲的语言，所以活头就甲囡仔啊，甲少年人拢讲华语。其实咧，这是一个偏见，对毋对吼？你看拄则来拢是少年辈，阁有较少年的哦。大学生，大学生嘛足关心台语的哦。咱来邀请咱的的台语文社吼，台语文社，因今仔日嘛来徛几工啊哦。大家好，阮是台语文社阮是一群就是对台语文真有意识的少年家，希望会当甲台语讲转来。阮的社课，阮的活动拢伫拜四的暗时7点到9点。内容拢真多元，有演讲有佚佗的活动形式嘛是真多元安尼。希望大家若是有兴趣、有趣味，拢会当来甲阮的社团来参与就是阮的活动。阮无分年岁嘛，你若毋是学生嘛无要紧，嘛毋免纳钱。阮的活动基本上拢是免费的。大家若是有趣味，希望伫未来会当伫社课，会当伫阮的即个活动。就是活动中，看到大家，会当看到更较侪新朋友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好，慢请走，慢请走，慢请走。你真够讲话，你敢是社长？是。你是社长对毋对？你来观察吼，因为你即摆搁大学嘛，你几年？我是3年啊。3年啊，安尼你的观察内底，就是你的同学内底。
大家台语的程度安怎？就是较大部分是生活中较袂晓讲，就是可能管社团内底较接应该是讲就是拢是用台语来讲话啦。啊，毋过若是甲其他的朋友，可能就较袂晓讲安尼，嘿。所以感觉讲，确实这点是大家较需要直接去讲的。若是拄着一寡少年家啊，会当直接甲因讲台语，就莫回头就换做另外一个语言啊，嘿。歹势，我阁上尾问你一个问题，因为大家其实足关心，就是少年人的台语，对毋对？因为下一代就是咱的希望啦吼。啊，我想要问的是，恁的社员内底敢有迄种原本台语无啥练长，啊，毋过入来了后，进步足济，啊，伊是偌长的时间，伊其实就会使进步的。其实我家己就是我伫细汉，我伫国中的时阵是袂晓讲台语的，就是讲无咧讲啦，就是基本上听有一点啊，啊，毋过其实无啥会晓讲，啊，毋过到高中的时阵，我开始渐渐啊发现讲台语即个语言，就是其实是一个足，应该是我爱足熟悉，啊，毋过迄是一个足青春，毋过足水的语言，所以我伫高中就甲台语捡转来啊，到当时差不多4、5年，其实就会当甲台语讲甲就是较练转啊，就是有可能当时一寡声调啊，啥物开口毋是遐尔啊标准，啊，毋过我是感觉讲，其实若是有心，若是对台语有即个望，我是感觉讲，只要你有心，就会当甲台语捡转来，是希望大家会当接甲即个即个心态，或者是讲即个理念传出去，嘿。看到你，我就看到台语的未来，大家看声甲嘴落吼，甲伊鼓励一下，真正足感动的。感谢你，希望阮有机会嘛，用甲你访问一下吼，真感谢。好，过来咱来邀请的是吼，咱的台湾青年吼，今仔日生理吼做甲长长滚的，好无？因的商品大家应该是行过拢会吼挡袂牢，停落来看一下，足水的吼。好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咩啊？我伤紧张啊！就是阮迄个品牌叫做台湾青年，啊，其实我感觉大家拢是台湾青年，啊，这个点足无好解释，啊，但是阮是咧甲100年前的一本杂志叫《台湾青年》，1920年代出版的台湾的杂志，啊，阮算是讲，我发现这本杂志100年的时阵，结果无人知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搁加做这件代志，啊，互大家去找资料的时阵，叫去找台湾青年这个物件，啊，搁有1960年代的台湾青年有一个王玉迪教授出版的，我就是希望大家搁去加看台湾青年的资料，啊，你就知影家己为倒位来的。啊，台语的这件代志，我家己嘛是台语囡仔，大汉到即摆，啊，结果有一段时间我袂记哩爱使用台语，到我囡仔生出来，甲阮某有生的时阵，我才想起啊，台语是我的母语，台语的名是我原本的名，就是我爸母帮我号的名，这是我真正的名，所以我会认为讲，咧复兴台语的时阵。你爱甲囡仔号台语的名嘛最重要，迄就是我算找到我的源头的一个路线。好，是讲到这，好歹势。好，多谢台湾青年，大家爱去因的单位搁踅一下哦吼，应该学到足侪宝的吼。好，搁来咧，当然上重要的，今仔日咧有一档，就是咱的。台语乐共学团啦，吼！台语乐共学团，安尼咱就请咱的立贤，吼，立贤来，咱的台长啊，台长吼，咱的理事长来到台长。好，感谢大家哦，今仔日的，咱的第2届要结束啊，足辛苦的哦。足辛苦的是讲，阮遮吼所有的活动拢是一阵妈妈，甲嘛有几个爸爸啦吼，咱遮有一个中午一个爸爸，拢是一阵妈妈伫遐咱哪顾囝，哪半暝啊开会啊，像痟的共款，然后都无闲到要变过啊，后甲
安尼母出来的，因为阮就希望讲咧，会使互咱家己的囡仔吼，阮家己的囡仔，还是讲下骹的其实大家的囡仔啦吼，有一个就是做自在会使使用即个母语的所在吼，台语是阮的母语。啊，对其他的民众吼嘛，透过即个机会，吼，足侪人会使看到讲，我今日听到有人咧讲啊，他会讲台语很厉害呢哦，爸爸妈妈咧甲家己的囡仔讲啦吼。啊，阮无啥物厉害啦，阮就是因为平常时拢甲囡仔讲台语，所以因自然就会晓啊。吼，啊，就亲像一般的家庭，因即马大家拢对囡仔讲华语，所以囡仔就自然会晓华语。你敢会伫咧外口路人讲，他会讲国语好厉害哦，咱敢会安尼咧？啊，袂嘛吼。啊，我去食早顿的时阵啊，隔壁的阿姨听的就讲，你讲台语他听得懂哦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咧？吼，你今日若是听到一个妈妈对囡仔讲英语，你可能会想讲啊，迄美国来的；听到一个妈妈甲囡仔讲日本话，你会想讲啊，日本转来的。但听到一个妈妈甲囡仔讲台语，咱台湾人的反应是，你讲台语他听得懂哦，安尼，吼，所以咱这个社会吼普遍的情形是，已经无法度想象囡仔讲台语，会使想象囡仔讲英语、讲日本话，甚至讲德国语、法国语，但是囡仔